講到這，台灣高鐵頂日發生有史以來上嚴重的慢紛，已故有18萬人受到影響。也拿這高鐵董事長蘇德今仔日在股東會公開會議裡，強調這設備攏有保留交予第三方來調查。蘇德也強調講，這高鐵通車明年就滿20年了，各種軟體硬體攏要升級更新。也拿新車按算明年7月投入營運，先走台北直接到高雄的車房。但在這裡，我還是要特別。再次向所有的旅客致歉。2天前，高鐵因為電荷故障發生最近13年來上嚴重的列車慢紛的事件，估計有18萬的旅客受影響。台灣高鐵公司立即開股東常會，董事長蘇德甲旅客會議裡，也保留所有設備交予第三方調查原因。我們除了更換了超過80%的設備首次發生的狀況，我們已經保留所有的設備來提交第三方來調查認證。那我想我們會希望能夠找到根本的原因，會同時要求高鐵公司全面檢討設備更新及風險管控的機制那後續我們也會依調查的結果要求改善。要查出原因，避免再出代志，因為高鐵已經成做一日生活圈的重要運輸。去年全年度運量第一遍超過8207萬人次，比前一年成長要加5%，平均每天運量22.51萬人次，比前一年增加1.1萬人次。全年營收546.5億，比前一年成長2.75%。蘇德講，高鐵通車到明年就滿20年，各種軟硬體攏愛換新升級。新世代列車按算明年7月加入營運，新車班表上緊明年初公布。記者綜合報道。